等来关心国内消息，自从04年启用的嘉义市立博物馆是制作多功能的综合博物馆。自从18年休馆整修，经过2年多才重新开馆，而且佫加设互动科技，互民众会当拿算拿学。嘉义的旧名叫做桃子城，所以里面有很多好吃的桃子啊。国小囡仔做导览员，是后届博物馆的展览。嘉义市立博物馆伫经过2冬的整修，增加会当互囡仔拿算拿学习的儿童厅，嘛展示嘉义市的文化特色、市民历史甲生活基地。这个博物馆它有结合在地的特色，然后还有那个小朋友的那个游戏的元素，就是蛮平易近人的，蛮好玩的。多了一些亲子的设施，我觉得还不错啊。之前都只有看到雕像，还有一些画画而已，现在还多了一些设施。会当代表着咱嘉义市的发展，甲嘉义市的精神，甲看到咱嘉义的文化、甲艺术啊，所以这是做一个文化深度的。官方强调，这届重新开放，希望会当改变旧形态的展览，改用互动体验的内容，让民众感受博物馆的活泼。也毋过，嘛有在地艺术家指出，除了城人来打卡，展览嘛爱思考怎样甲家己的艺术文化定根。着根化就是说，你的艺术种子真正要是从土地里面用进去，而不是只有影像的那个简单的那种接轨而已啊。嘉博物馆其实以往的典藏品其实并没有很多，那我们其实就是用有限的展品，那我们是透过更多元的展示方式去呈现我们想要讲的这个嘉义的这个城市的文化主题这样。官方表示，配合10月2021台湾世界展，市立博物馆嘛会正做卫生展馆，希望到时阵会当互参观的民众感受到嘉义的美感甲文化。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